你好，我係金魚，歡迎你嚟聽我講下從古到今發生喺日本嘅離奇古怪事。如果你鍾意聽我講故事，記得撳個 like、留言、分享、訂閱、開埋通知，亦都歡迎你留個 Super Thanks 同埋加入會員嘅。咁我而家開始講，就請你留低陪我聽到尾啦。作為一個喺現今社會生存嘅人類，要面對嘅問題真係好多㗎，尤其是係社會加諸喺我哋身上面嘅規條，一個唔覺意都有可能會壓垮我哋。喺呢個環境下要頂得住，一係就練到抗壓能力極高，一係就令到自己有條件唔受社會嘅無理規則所限。當然啦，只要你一日仲係喺社會上面生存，都唔係咁容易可以做得到嘅。究竟你係可以抵受住啲閒言閒語，輕輕鬆鬆咁樣行自己嘅路啊，定還是係始終都要被逼行過一條呢個社會設定好俾你嘅路線，即使你明知嗰一條有機會係絕路嚟嘅呢？今集我講呢件事就係發生喺日本90年代，分享呢一件事嘅日本朋友，佢就叫做 Boyce， 而當時阿 Boyce 仲係一個大學生。Boyce 讀嘅大學並唔係位於大城市，而係屬於比較偏遠嘅地方。直接啲講句，佢讀嗰間大學都算係鄉下大學。不過所謂嘅鄉下呢，係一啲貶義都冇嘅。作為求知識嚟講，呢間大學並唔會話同出名嘅大學爭好遠，而且佢哋好就好在啲學生多數就比較貼地，唔會好鍾意追名牌，唔會喺度做啲無謂嘅比較，所以佢哋份人就踏實好多。亦都因為喺嗰個年代就同而家唔同，冇智能電話，冇電腦，冇網絡，喺交通上面亦都唔會有咁容易俾佢哋走去大城市嗰度玩。咁而喺鄉下嘅地方又冇咁多娛樂，冇咁多誘惑，咁就更加唔使花費大量嘅金錢去同人鬥靚鬥裝身啦。所以佢哋啲時間都係用晒嚟讀書，咁好自然就比較容易儲到學分。一到咗大學4年級，佢哋就已經可以穩穩陣陣咁樣畢業噶啦。阿 Boyce 讀書之餘，仲好努力咁樣打工儲錢，諗住等到去大學4年級嘅時候，就同成班同學去海外畢業旅行，諗住一世人一次，留返個美好嘅回憶。點知佢係真係太高估自己啦！去到第4年，佢先至發覺佢份人比佢想象中仲更加懶，所以去到第4年，佢都係仲未儲夠學分。兼且佢打工儲返嚟嘅錢都俾佢揈得七七八八啦，又冇錢，又未夠分，連畢業都成問題啊！咁仲點去畢業旅行啊？不過物以類聚呢句嘢就去到咩國家都啱用嘅。Boyce 咁啱就同3個志同道合嘅人玩埋一齊，亦即係話呢幾條友臭味相投，組成咗懶鬼4人幫。越嚟越墮落嘅 Boyce成日就同嗰幾條友無所事事喺度 hea，4個都係又懶又唔讀書，大花筒得嚟又大想頭。佢哋咁樣嘅身世，竟然都仲諗住去玩，搞佢哋呢個畢唔到業嘅畢業旅行喎。但係佢哋咁窮，點搞啊？去睇場戲都要諗過度過，仲話去旅行喎。不過又真係咁啱，其中一個懶鬼嘅阿爸就中到個仔飛起嘅。佢竟然肯借出自己公司嘅員工休閒設施兼培訓中心，俾呢班懶鬼當係度假村咁樣暫時借用。不過最重要而且最吊詭嘅就係呢一位爸爸只係一個打工仔，間公司唔係佢噶，即係話嗰個培訓中心係佢偷偷地瞞住間公司借俾佢自己個仔嘅啫。咁都好可能係有其子必有其父啦。可能呢一個阿爸都係一個冇規冇矩、求求其其嘅懶鬼。佢見公司嘅培訓中心而家都已經冇乜人用，所以就擅自借咗俾懶鬼4人幫，俾佢哋免費用。佢仲同 Boyce 佢哋講，只要佢哋唔好搞到個地方污糟邋遢，用完之後打掃返乾淨，嗰啲坐墊呢就拎返出嚟曬乾佢，咁嗰個地方就免費俾佢哋任用噶啦。呢4個冇錢又畢唔到業嘅懶鬼，見到其他同學開開心心咁樣畢業，唔想 hea 嘅就去搵工，
想玩下先嘅就搞畢業旅行。旅行嚟講啊，有錢出國嘅就去下歐洲、紐約、台灣、夏威夷，平平地嘅都留返日本國內，去下東京或者京都。係得佢哋班人咁兜踎，前路茫茫，唔知點算。但係衰就衰在佢哋個心都仲係痕痕地想出去玩。家陣見咁好機會，有人肯借個近近地嘅培訓中心俾佢哋用，咁就當佢係度假屋，玩返1個禮拜當係畢業旅行啦。正如冇錢食高級魚生，都揾啲過期嘅牛油果切片頂下癮啦。於是佢哋就借咗部車，拎住張地圖，4條友膽粗粗咁就揸車去嗰個培訓中心啦。佢哋望住張地圖，揸住架車喺山入邊兜嚟兜去，約莫兜咗2個半鐘就揾到嗰個培訓中心。一望落去，的而且確似乎嗰度都好耐冇人用噶啦，連個保安都冇，甚至可以話第一眼望落去就好似成間廢樓咁。本來佢哋就諗住可能係個殼殘少少啫，入到裏邊冇咁大鑊啩。點知一入到去室內就聞到成陣霉臭噏味。如果真係要喺入邊瞓嘅話，唔係啊，唔好話瞓啦，直情係要喺裏邊坐耐啲都覺得難頂啊。不過好彩個情況都唔係話好嚴重，稍為清理一下應該都解決到呢個問題嘅。不過第一步就梗係睇勻晒成棟嘢啦，睇下有啲咩工具可以用，有啲咩設施喺度啊嘛。於是 boys 就拎起細伯俾佢哋個抽鎖匙，喺個建築物入邊逐間房咁去睇，順便就熟悉下環境啦。細伯之前都同佢哋講過嘅，其實成棟培訓中心就唔係好大嘅啫。當阿 boys 佢哋實際去到嘅時候，雖然都覺得真係唔大，但係都唔算差啦，一定夠用嘅。嗰棟嘢唔計天台就分2層，地下佢哋就叫1樓。1樓呢就有2間用嚟俾人瞓嘅4人房，仲有一間廁所，同埋一間沖涼房兼浸浴房。同時喺呢一層仲包埋一個飯堂同埋一個廚房嘅。而上到去2樓就有4間用嚟俾人瞓嘅4人房，分佈咗喺走廊嘅兩邊。成棟嘢都差唔多行勻晒，所有房都開過晒，但係就零零舍舍有一間房開極都開唔到嘅。呢間就係位於2樓走廊盡頭嘅一間房，而嗰間嘢睇落去又唔覺得有啲咩特別，似乎就冇咩古怪嘢，亦都唔似係發生過啲咩事，所以要封死間房。純粹就只係嗰抽鎖匙入邊冇一條鎖匙開到嗰度房門咁嘅啫。由成棟建築物嘅外觀同埋房間嘅結構嚟睇，boys 就推測呢一間一定係廁所嚟嘅。不過細伯之前都同佢哋提過，呢棟嘢係得1個廁所嘅啫，咁就奇怪啦。頭先明明係1樓嘅時候就見到間廁所噶啦，而家2樓又有一間，咁有趣嘅。咁究竟係細伯記錯啊，定係2樓個廁所一路都係壞嘅，一開始就已經用唔到，所以細伯先至唔計落去呢？不過其實呢一個都算係一個小問題嚟嘅啫。一個共用廁所有幾個廁格，更何況唔通佢哋4個同時間肚屙咩？所以根本就一啲影響都冇。嗰道門開唔到咪開唔到咯，個個都唔會在意嘅。大家都只係諗住快快脆脆打掃一下啲地方，等今晚瞓個好覺先。至於啲房間點樣分配法呢？2樓又有4間房，咁就不如1人1間啦。由於喺日頭嗰陣時，大家做清潔都做到好攰噶啦，加上食完嘢就飲咗啲啤酒，於是大家就決定各自早啲返房瞓，等到第2日先至再計劃下一步要搞啲咩啦。Boys 一入到房就覺得個人好攰好攰，好似好耐都未瞓過覺咁。佢瞓咗喺張床度，對腳就向住門嗰邊，亦即係向住走廊嗰邊。但係當佢瞓到落床嘅時候，又好似唔係好瞓得冧咁，可以話係屬於一種半夢半醒嘅狀態。過咗冇幾耐，突然之間佢聽到門外邊發出噥一聲，聽到呢種聲之後，阿 boys 就醒一醒，
但係當佢醒嘅時候，四周圍就靜英英。咁佢就諗，呢啲聲係咩聲嚟嘅呢？唔通係自己聽錯？正當佢咁諗嘅時候，佢就好清楚咁接連聽到幾次 bl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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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嘅聲。今次佢就好肯定自己冇聽錯啦。black black black black， 慢慢啲聲就越嚟越細，亦即係嗰個感覺上面個聲音來源係距離阿 Boyce 越嚟越遠，但係相反呢，嗰啲聲就越嚟越聽得清晰喎，聽落去就好似係啲一劈劈似糊狀，但係又帶少少黏性嘅液體滴落地板咁嘅聲。望一望個鐘，當時就係凌晨3點。Boyce 就喺度諗，其餘嗰3個人而家係點呢？喺度做緊啲乜呢？會唔會都係俾呢啲聲嘈醒咗呢？由於嗰啲嗶嗶聲嘅怪聲完全冇停過，搞到阿 Boyce 越嚟越驚，個腦開始一片空白，運作唔到。到最後佢終於頂唔順，坐起身向住門口嗰度大叫：邊個喺出邊啊？喂！周圍繼續都係靜英英，完全冇人應佢。驚驚地嘅 Boyce 落咗床，試探性咁樣打開咗少少門罅，見好似冇乜嘢，佢就索性趷個頭出去。佢左望右望之後，就發現到有隻嘢就企咗喺走廊盡頭嗰度開唔到嘅門前邊。咁點解 Boyce 會形容係有隻嘢企喺嗰度呢？一來係因為當時太黑，根本睇唔清楚嗰樣嘢係乜；二來就係佢潛意識裏邊都覺得呢一樣嘢唔會係啲咩正常嘢嚟嘅啦。再加上就係一望就知嗰樣嘢嘅形態十分之古怪，肯定就唔會係佢3個朋友其中之一個啦。無啦啦出現咗一樣陌生嘅嘢喺度，Boyce 佢嚇到大叫，但係佢根本就叫唔出聲。佢只係擘大口、擘大喉嚨，一粒聲都發唔出。佢淨係聽到自己嘅唞氣聲喺嗰條走廊嗰度不斷回蕩，傳返入自己隻耳。佢驚得好緊要，好想逃走，但係佢對腳就完全唔聽使，硬晒太企咗喺度，對眼就唔受控制咁不斷望住嗰隻嘢。嗰隻嘢就着住一件幾污糟嘅浴衣。而呢度所指嘅浴衣就係傳統日本女性嘅服裝，類似輕便版嘅和服，亦即係我哋成日喺電視劇或者動畫作品入邊見到啲女仔夏天去睇煙花、參加祭典嘅時候着嗰件衫。而嗰隻嘢，佢除咗係着住件幾污糟嘅浴衣之外，佢嘅着法仲有啲衣衫不整，心口嗰個位置鬆泡泡，而且仲見到佢着住女性嘅內衣。你千祈唔好以為阿 Boyce 遇到一隻艷鬼喎，如果係嘅話，佢就唔使驚到咁啦。嗰隻嘢，佢嘅手腳同埋身體瘦得好恐怖，完全就好似係厭食症咁。相反，佢個肚就異常咁脹大，大到好似個籃球咁。嗰隻嘢伸出好瘦弱嘅右手摸住自己塊面，而左手就好用力咁樣揞住自己個嘴。過咗冇幾耐，嗰隻嘢對眼就瞪到大一大，然後又突然間反白眼，跟住就見到佢揞住自己個嘴嘅左手嘅手指罅之間有啲嘔吐物漏緊出嚟，不斷咁樣滴喺地板上邊。black black black， 唔知點解嗰隻嘢一路喺口裏邊流出嗰啲嘔吐物，一路就由走廊盡頭嗰邊行返轉頭，慢慢咁行近阿 Boyce。嗰啲嘔吐物一路就係咁滴，滴到成條走廊都係。Boyce 喺呢個時候個腦好混亂啊！佢喺個腦裏邊不停咁樣同自己講：究竟嗰樣嘢係咩嚟㗎？救命啊！有冇人幫下手啊？喂，唔掂啦，一定要逃走啊！不過就算佢諗乜嘢都好啦，佢個身體都係硬晒太喐唔到，而佢嘅目光就一直不受控制咁望住嗰隻嘢。當嗰隻嘢行到好近好近嘅時候，佢就停咗喺 Boyce 面前，擘到對眼好大。突然之間，
嗰隻嘢將揞住自己個口隻手放低咗，然之後啲嘔吐物向住阿 Boyce 傾瀉而出，而同一時間 Boyce 亦都真係感受到有啲一劈劈嘅嘢噴晒落佢塊面度。嗰一下佢成個人醒晒，然後就不斷喺度尖叫，喺度大嗌。佢終於都真係喐到兼叫得出聲啦。佢一路尖叫，一路就縮翻個頭入間房，砰一聲閂埋門，衝翻上床。跟住就聽到走廊傳嚟一啲聲，就係阿 Boyce 其中一個朋友聽到 Boyce 嘅慘叫之後，就即刻喺自己間房衝出嚟睇下發生啲咩事。哇！搞咩三更半夜咁嘈啊？冇嘢啊嘛？咦？啊！聽到佢朋友講完句嘢之後，就好大聲咁樣尖叫，跟住就係搏命喺走廊奔跑嘅腳步聲，最後就係聽到有啲嘢喺樓梯嗰度碌咗落去嘅聲音，仲係好大聲添，嘈到咁，似乎連另外兩位朋友都驚動到，嘈醒咗佢哋，亦都令佢哋相繼咁樣行出走廊。不過呢一次 Boyce 就冇聽到有任何尖叫聲喺走廊傳出，反而就係過咗幾秒之後，佢哋走去敲下 Boyce 道門，而嗰陣時 Boyce 已經俾嗰隻嘢嚇到就嚟喊咁滯啦。佢一路開門行出去，一路沙晒聲咁講：樓梯啊，樓梯。Boyce 指住樓梯嗰邊，係咁講樓梯樓梯，然之後成個人就驚到踎咗喺度。其中一個朋友行咗喺樓梯口，佢就見到先前出嚟本來想睇下 Boyce 有咩事，結果就因為一啲不知名嘅原因，搞到佢碌咗落樓梯嗰位朋友，一望就知今次大鑊啦，於是就即刻打電話叫救護車。冇幾耐之後，救護車就嚟到，救護員初步就診斷嗰位朋友係喺樓梯上邊跌咗落嚟之後，造成幾處骨折，兼且失去意識，所以就即刻送佢去醫院。而 Boyce 喺心入邊亦都覺得有啲愧疚，因為某程度上佢朋友都係因為擔心佢而受傷，所以佢都上埋救護車，同個朋友一齊去醫院。當然阿 Boyce 係咪想趁機會走人，唔想再夜媽媽留喺個培訓中心，咁就唔知啦。第二日，嗰位受咗傷嘅朋友經過醫護人員嘅悉心照顧之下，有返意識。Boyce 覺得安心咗，咁佢就暫時放低嗰位受傷嘅朋友喺醫院，一個人返去培訓中心。而返到去嘅時候，佢就向另外兩個朋友講述自己尋晚見到嘅嘢。不過嗰兩位朋友就表示佢哋乜都見唔到。咁睇嚟，見到嗰隻古怪嘢嘅就只係得 Boyce 同埋嗰個仲喺醫院嘅朋友啦。不過唔理點都好啦， Boyce 就已經覺得頂唔順。咁梗係啦，見到隻咁嘅嘢，仲發生咗啲咁恐怖嘅情節，係人都唔想留低喺嗰度啦。所以 Boyce 想走亦都合情合理，當下佢就即刻執行李要走。而去到呢個位，其餘兩個朋友都梗係冇晒 mood 噶啦，所以佢哋就一齊離開咗個培訓中心啦。咁究竟嗰隻嘢係乜嘢來歷呢？佢又點解要企喺嗰一度永遠打唔開嘅門前邊呢？佢哋返咗屋企之後，因為實在係壓制唔到自己嘅好奇心，於是就約埋一齊問阿世伯，亦即係借個培訓中心畀佢哋用嗰個阿叔，究竟知唔知道培訓中心係發生過啲咩事？而當阿 Boyce 佢哋向世伯講晒自己嘅經歷之後，世伯首先就係呆咗一下，然後先至開始慢慢講返喺培訓中心係發生過啲咩事。原來大約就喺3年前，亦即係80年代尾，世伯間公司仲係經常使用嗰個培訓中心嘅。公司亦都好積極咁樣四圍請啲講師返嚟培訓啲員工，而嗰啲講師通常就係喺其他公司嗰度請過嚟嘅專業講師。有一次，佢哋就為12個新入職嘅員工舉辦咗為期2個禮拜嘅自我啟發研討會。呢個研討會嘅內容都算係幾高難度嘅，除咗會教一啲打工仔嘅禮儀，一啲出嚟社會打滾嘅人應有嘅生存技巧，
亦都會傳授一啲日常生活嘅規條。難聽啲講句，呢一個就係奴隸社畜訓練班，目的都係想教導佢哋聽聽話話，忠心耿耿咁樣對公司。而喺呢12個參加者入邊，有一位係女性，佢嘅身材係非常之好，十分均稱。不過佢係幾偏食嘅，雖然有好多鍾意食嘅嘢，不過唔鍾意食嘅嘢亦都有好多。咁當然啦，要維持好身材嘅人，食親都係計晒卡路里，挑3揀4噶啦。就算唔偏食，作為女性，食量都係比較少啲嘅。而習慣 keep fit 嘅佢就更加唔使講啦。不過就真係好衰唔衰，呢一類咁樣嘅地獄式訓練課程，多數都有2大原則嘅。第一，佢哋就係要摧殘到你完全冇晒自尊，洗腦洗到你做一隻聽聽話話嘅狗。第二，就係要你完全服從導師，即使係幾無理嘅規則，亦都要遵守同埋跟住佢做。而呢一個導師係絕對唔容許有人食剩嘢嘅。當佢一見到個女仔食剩嘢，就唔理佢係為咗保持身材定係食唔落，一開口就鬧到佢狗血淋頭先算。鬧極都仲係咁咩？就夾硬將啲剩低嘅飯菜塞入嗰個女仔嘅口，咁樣都仲未夠啊！塞晒啲嘢落口之後，仲要夾硬向佢灌水，強行將啲食物沖入佢喉嚨度。基本上呢個做法就同酷刑冇乜分別嘅啫。喺培訓嘅頭幾日，呢個可憐嘅女仔每一晚都喺2樓嘅廁所嗰度嘔，每日都係咁。冇幾耐，佢就已經係有少少神經質、半黐線咁樣嘅狀態，精神崩潰嘅邊緣。而去到第2個禮拜，有一晚，呢個女仔就俾個導師發現咗佢喺2樓嘅廁所嗰度嘔。個導師唔單止唔體諒佢，仲更加用好難聽嘅說話大聲斥責佢，個音量係大到成個培訓中心都聽到。而嗰個導師嘅說話就過分到話，好似呢一種咁嘅精神脆弱嘅人係連生存資格都冇。講完就冇理到嗰個女仔，自己走咗去啦。成班同期嘅學員都好擔心嗰個女仔，因為佢哋見到個女仔呆咗咁樣坐喺個馬桶度，成身都充滿晒自己嘅嘔吐物，點樣叫佢都冇反應。不過由於種種嘅原因，成班學員都唔夠膽過度干涉，唔夠膽幫佢，就唯有好冷漠咁唔理嗰個女仔啦。第2日一朝早，其中一個學員就諗住去用2樓嘅廁所，點知佢一入到去就發現嗰個女仔喺其中一個廁格用浴衣嘅腰帶將自己掛喺門楣嗰度上吊自殺。呢件事之後，嗰個培訓中心就越嚟越少人用啦。世伯講完件事，阿 Boyce 就清楚晒，原來嗰隻嘢係一個俾人逼死嘅可憐女仔，亦都好理解點解佢嘅形象會係咁，手腳咁瘦，個肚會咁大，同埋會不斷嘔。咁當然佢亦都了解到點解阿世伯咁順攤會借棟嘢俾佢哋啦。而喺阿 Boyce 佢哋同世伯傾完呢件事嘅大概半年之後，間公司就將個培訓中心拆咗啦。呢個世界係好殘忍嘅，你永遠都唔能夠阻止對方意圖傷害你，但係你可以選擇努力去裝備自己，條件許可嘅話，反擊就梗係最好啦。不過就算係個環境惡劣到你乜嘢都做唔到，你都一定要對自己好啲。就算人哋想傷害你，你都千祈唔好傷害自己。如果唔係嘅話，稍有差池就會轉化成一啲咁悲慘嘅姿態，喺呢個人世間飄蕩，變成另一個悲傷嘅故事。今次就講到呢度先，多謝你嘅收聽。如果你有嘢想分享，就請你聯絡我。有咩想聽就講我知。我哋下次再見啦。